香港最初係點樣開始發展？香港最初嘅發展其實好簡單，亦好貼地。早期嘅香港並唔係一個計劃好嘅大城市，而係因為貿易需要自然形成聚落。最初，香港只係幾個小漁村同港口，居民以捕魚、曬鹽、簡單買賣為生，生活節奏慢，人口唔多。直到香港成為對外貿易嘅重要停靠點，城市角色先慢慢改變。隨住港口活動增加，碼頭、倉庫同商鋪開始出現，商人需要地方儲貨、交易、居住，於是街道自然形成，市集慢慢擴大。城市並唔係一下子起好，而係一條街、一個碼頭咁發展出嚟。之後，工業開始出現，輕工業、加工業吸引更多人口聚集，住宅區同工業區慢慢分開，城市結構開始成型。可以話，香港最初嘅發展唔係宏大藍圖，而係一步一步回應現實需要。邊度有生意就喺邊度起，邊度多人住就加道路同配套。呢種實用先行嘅方式，亦成為香港城市性格嘅一部分。